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癌症治療期間，好多人除咗睇醫生，成日會周圍問針灸得唔得，打太極、氣功有冇幫助，按摩會唔會搞到癌細胞擴散？仲有人會問我，堅叔，我朋友介紹我做自然療法，話可以幫身體抗癌，試唔試好？今日我哋就逐樣睇，我揀咗5種癌友坊間成日接觸到嘅療法，睇下醫學研究去到咩程度。我先講個原則。癌症治療好似打緊一場持久戰，手術、化療、電療、標靶、免疫治療負責對付癌症本身。而今日講嘅呢幾樣就似後勤部隊，有人幫你減痛，有人幫你少啲作嘔，有人幫你瞓好啲，有人幫你保住體力。後勤做得好，自然容易捱過成個療程。正式開始影片之前，有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。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，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，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？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，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，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，不斷肚瀉嘔，冇晒胃口，搞到冇精神。川渝醫學級褐藻靈，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，加上高劑量桑黃，配合治療，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。抑制異細胞達97%，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。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，認住褐藻靈呢個名，陪你走過抗癌路。第一樣針灸，呢樣香港人最熟。化療唔舒服，有癌友都會諗，咁可唔可以針佢？答案係針灸喺癌症支援治療入面，其實已經有唔少研究。NCI 整理嘅資料入面，一個包括41項隨機臨床研究嘅回顧顯示，針灸對癌症治療引起嘅嘔心同嘔吐有幫助。另外一個11項隨機研究嘅回顧亦發現，接受化療兼接受針灸嘅患者出現急性嘔吐嘅機會比較低。仲有痛症 ESCO 同 Society for Integrative Oncology 睇過227項研究之後，指南建議乳癌患者如果因為芳香化酶抑制劑出現關節痛，可以考慮針灸。其中一項有226名患者嘅第3期研究，做咗6星期真正針灸嘅患者，0至10分痛楚，量表平均減少約2.05分，假針組大約減1.07分。所以針灸喺邊方面比較有用？化療、作嘔、部分痛症、疲勞、口乾呢類症狀。不過癌友針灸要特別留意衛生。如果白血球好低、血小板低、容易流血或者有傷口感染，最好先問腫瘤科，同埋要合資格、熟悉癌症病人嘅註冊中醫。第二樣運動，呢樣可能係今日最令人意外。好多癌友覺得我化療都攰到死，仲叫我做運動。以前真係成日叫病人瞓多啲、休息多啲，但係而家研究方向已經改咗好多。2024年更新嘅 ESCO 癌症疲勞指引，直接將運動列為強烈建議，包括帶氧運動、阻力訓練或者兩樣一齊做。研究顯示，治療期間運動可以減輕疲勞，亦有助保持心肺功能、肌力同日常活動能力。NCI 更加引用過隨機研究，見到運動可以令癌症相關疲勞下降大約35%，活力改善約30%。唔使諗到要去健身室深蹲100公斤。今年美國癌症協會都特別講到，行路已經可以幫到手。2026年一項大腸癌患者研究顯示，簡單步行都可以改善治療相關疲勞。實際可以由每日行10分鐘，慢慢去到20分鐘，精神好啲先再加。如果有骨轉移、貧血、容易跌倒，或者做完手術，就要由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幫你調整。第3樣，太極同氣功，呢個開始有啲公園 feel。朝早落公園見到一班叔叔姨姨，以前好多人會覺得呢啲老人家養生活動啫嘛，但癌症支援治療入面，太極、氣功其實有研究。NCI 指出，氣功、太極、瑜伽等身心活動都有研究顯示可以幫助癌症病人減輕疲勞。ESCO 同整合腫瘤學會嘅指引亦建議，癌症治療完成後，如果有焦慮症狀，可以考慮太極或者氣功，對部分抑鬱症狀亦有一定支持。其實唔難理解，太極本身有3樣嘢：輕量活動、控制呼吸、集中注意力。你一次過做晒運動、放鬆同平衡訓練，對體能比較弱嘅癌友，佢比你突然去跑5公里現實得多。第4樣冥想，呢樣香港人最容易反應係，堅叔，我有癌症，你叫我坐喺度呼吸，但原來呢一項證據比大家想象中紮實。
2023年 ASCO 同 Society for Integrative Oncology 嘅指引，一共分析咗110項研究，包括30項系統性回顧同80項隨機臨床試驗，結果對癌症治療期間嘅焦慮、抑鬱症狀 （mindfulness-based interventions） 即係正念類介入，有相當強嘅支持。2024年癌症疲勞指南亦將 mindfulness-based program 列為強烈建議之一。實際可以做咩？每日10至15分鐘坐好，慢慢呼吸，將注意力放喺呼吸，身體感覺，個腦諗到覆診、報告、復發，好正常。知道自己諗緊，再慢慢將注意力拉返嚟。目的好簡單，幫個腦每日有一段時間放空。癌症治療已經夠多嘢煩，個腦24小時開工真係會壞。第5樣，按摩，足底按摩，呢樣大家應該最開心。終於有一樣係瞓低做。按摩喺癌症病人入面，主要研究方向係痛楚、放鬆、焦慮同舒適度。ASCO 指南指出，對某啲慢性癌症相關痛症以及舒緩治療或者臨終照護病人，按摩可以作為其中一個選擇。至於坊間成日講按摩會推到癌細胞周圍走，目前冇證據支持普通按摩會因為推而令癌症擴散。不過癌症病人按摩有幾個地方要避，有腫瘤位置、剛做手術嘅傷口、電療緊嘅皮膚、有血栓嘅地方、有骨轉移嘅位置。淋巴水腫更加要由受過專業訓練嘅治療師處理。所以唔係叫你做完化療就落樓下，師傅幫我大力啲，按到啪啪聲，癌友按摩溫柔版係比較好。咁仲有冇其他坊間療法？有好多，音樂治療、芳香療法、反射療法、催眠、瑜伽都有研究。例如 ASCO 嘅指引對治療期間焦慮症狀就包括音樂治療、放鬆練習、瑜伽、反射療法，甚至吸入式芳香療法。但去到另一類能量治療、二期各類排毒療程，所謂鹼性抗癌療法，研究證據就明顯薄弱好多。尤其保健品同草藥仲有機會同癌症藥物互相影響。所以堅叔有一個非常簡單嘅玩法，凡係聲稱可以舒緩症狀，可以睇研究；凡係聲稱可以取代化療、殺死癌細胞、保證縮腫瘤，就要提高警覺。最後堅叔幫大家排個榜，如果癌友問我而家治療緊，想額外做啲嘢，先睇邊幾樣？第1名，適量運動，因為對疲勞、肌力、情緒、生活質素都有比較一致嘅證據。第2名，針灸，特別係作嘔同部分痛症。第3名，冥想，對焦慮同疲勞有研究支持。第4名，太極、瑜伽，適合上屋又做唔到高強度運動嘅人。第5名，按摩，主要幫舒適、放鬆同部分痛症，兩邊配合得好，癌友成個治療過程自然會舒服好多。所以如果下次有人同你講我有個民間療法好勁，你可以先問佢3句：有冇研究？主要改善咩症狀？會唔會影響我而家嘅治療？想繼續用香港人方式睇癌症治療、飲食同最新研究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